本来想讲继续办，继续时间搁甲拖落，无啦，放松些。好，先来做决定。欢迎大家到最忙的所在，用台语讲故事。今仔日是我甚至甲大家分享庆声内面的故事。人力的车夫，我头拄仔有咧想讲，即、个人力，还是爱念做人力，就是我尾仔想的，我应该会甲念做人力，因为是咱人用力去去扭迄台车，所以我会甲念做人力。嘿，好，先来甲大家拍招，一定兄你好，小弟你好，凯巴恁你好，罗迄多你好。好对，歹势，我共款我会甲今仔要念的物件，甲分享起来食，等我一下啊。好，我共款有分享起来食，大家若有兴趣，则做伙看。好，即马开始吼。好，即个讲话你好。今仔日的故事是人力车夫，倒位有人被逼生活伫散车伫之中，遐个人群就互看轻跋涉，团结起来，为着互人群受尊重，是咱的神圣义务。这个是叫靠腰啊，惨啊！迄英文，Roger Helinsky 讲的话。伊这是巴黎自由人权广场的碑文。好，即马开始。我即阵渐渐咧想，迄四斗米甲我害甲真凄惨。正常可能是来找我。我开始伫认真思考，敢真正要将阮老爸放咧做厝卖掉？正常40出头岁，是一个古物商。体格中正，揽一个卡通刀。若讲伊迄个卡通刀，伫咱即个年代是真罕见的。伊住伫林仔寮远近海港的家厝仔，因厝甲港区的墙围仔之间有一片空地。伊用竹篱笆甲空地围起来，起一间仓库，然后就将四架去顾来的中古物件放伫遐。中古物件放伫遐，仓库内面啥物拢有，其中嘛有小可歹去的。伊甲摕来修理好势，变做会用伫的物件，则阁卖出去。物件好用实在，价钱嘛公道。进前我捌买过一个鼎甲一个衫仔架，我知影伊大约是有趁一寡钱。进前我捌甲买趁一寡钱，特别是拄战后的时，日本人要转去，将厝内的物件俗俗卖出来，互伊顾着卖少好物。当然，过去伊甲日本人有一定的关系。伊做人做事真忠厚，人好。伫地方上的人缘一向袂歹。即马经过迄阵大代志，物件更加起价。伊仓库内面的物仔，几6个月来变甲价值连城。虽然安尼，伊也是讲话客气，伊的好名声确实是有原因的。伊笑笑讲：“反正你米是行袂起啊，我看即间厝姑姑来插好啦，阁会使存寡钱，生活较好过。”伊入来时，阮阿母当坐伫椅条顶悬，得边神鱼拿。伊听着安尼，伊手头的工课停咧，问讲：“什么米贵啊？咱的米敢家己写？”毋是啦，阿母，这我规个人感觉见笑起来。我讲，
进场我看即站，咱莫直接讲，借一骹步，咱来外面参详。进上嘛是维持伊的笑容，伊讲无啦，贵啊！欧巴桑关心，咱嘛得互伊了解对无？伊回头甲阮阿母讲，欧巴桑，安尼啦，3个月前，贵啊，甲人做保，即摆迄个人无去啊，即条孝总是爱清一下。无啦，无啥物大代志啦，你免烦恼。对伊的客气甲礼貌，我感觉非常的敬佩，正讲是正常啊。阮阿母听着安尼，身躯着一个讲，贵啊，你甲送做保？我讲啊，就咱迄个老厝边阿英啊，伊迄时阵要甲正送买车，钱无够，写借记，欠4斗米，我做保的。啥4斗米？阮阿母听着安尼，随着目屎流落来。贵啊，咱要去倒位生4斗米出来？我讲阿母，你放心啦，我会想办法啦。阮母也就骂我，你这个不孝囝，讲袂听，当时才会出来。伊大声吼出来，我回头甲正常讲，正常拜托诶，咱来外面参详，莫直接讲。正常嘛是笑笑，伊向阿母行一个礼讲，欧巴桑，真实咧，互你烦恼啊，我纯粹是好意。然后伊就细声甲我讲，王少校，你捌无？我惊一跳，想要讲毋捌，毋过我看正常已经知影啥物代志，只好点头。伊讲是安尼啦，伊摕一寡物件来卖我，想讲我人面较看，就问我一个人的消息。伊问的是一个牛车的，三角，小可稳固。伊目光定直看我，互我规身躯出汗。伊讲，迄日伫酒家门口，警察局长的乌头仔车，就是迄个，就是互迄个车夫煽动小气的。你放心啦。歹势，大家歹势，等我一下，因为阮遮咧落雨，我先来去甲我心爱的床啊，先来甲看磅礴一下，歹势吼，等我一下。我转来，嘿，歹势，好念家。好，伊讲迄日伫酒家门口，警察局长的乌头仔车，就是互迄个车夫煽动小气的。你放心啦，我讲我毋捌迄个人啦，毋过，哎呀，你哪会遮尔无说理？毋是啦，毋是伊讲的安尼啦。我向正常解释讲，正常甲我手骨打两下，讲无要紧啦。我目前是无打算要甲你贵啊的名讲出来啦。伊扫一声，最后才讲，无你则考虑看觅，我无赶紧。你后礼拜甲我讲就会使。离开进前，伊也是真有礼貌，再一次向阮阿母行礼。若讲着牛人车，
我算是老二号啦，无法度，无读册，啥物识头拢袂晓。阮老母甲我讲，无你去救车好啦。讲好嘢是袂好嘢，上无嘛通倒三顿。所以我自15岁就伫车头救车。其实阮厝算是大家族，阮老爸是万仔囝，毋过伊早死，落尾手阮老母分一间厝徛，就无搁甲家族的人来往，一直难来田里做事，厝里无啥物钱。早当时一台车1000块，贵三三，会使买一架田。买车的钱嘛是阮老母起紧家己向因头家借的。迄阵雇用车头伫蛤蟆省，阮讲是旧车头，载客车帮无像即马遮济。毋过我的生理袂歹，因为骨力、骹手紧，有袂少固定的老客户。若揪着要去码头坐船的日本人客，有时啊，阁会加一寡赏银。安尼落来，一日收入会使到1块半、2块，算是也袂歹啦。欠落来的钱，我就豆豆仔还人。照好16年，雇用车头转去大港埔，过来一直到光复了，我拢是伫大港埔甲盐埕埔之间游车。我早时啊伫车头前等班，暗时啊就来到盐埕埔的酒口门口游人客。拄光复的时阵，大港埔遐也算偏僻，无住啥物人，就是车头附近有一寡客家厝，有几间旅社，阁有一寡卖小食的小摊。差不多是安尼，算起来盐埕埔就真闹热，酒家啦、戏院啦、店面啦，会使讲是一片繁华。尤其是酒家，光复了，结果也紧出来。一到阴暗，会使讲是歌声处处，纸醉金迷的就对。你若问我酒家拢是谁得去的？哦，我就甲你讲，就是遐官员大官府啦，多数是外省仔官长山客。唉，因的日子是真好过哦。讲起来，阮是真为遐的外省官府。阮老母讲的啦，人是官啦，你会使安怎？迄是拄过年了无偌久，一向百花夭娇的春天时，煞乌阴起来。早起我要出门进前，阿英雄雄出现。我当在七我的人车，感觉着一个人影，一个头，雄雄看到阿英，赶一个纸箩仔，徛伫我的面头前。贵啊！钱，我撞来啊啦！伊喊一声，什么钱？我问伊，买车的钱啊！顶个月你毋是讲我会当甲你去救车？即摆我钱撞来啊，1800块。伊讲，你是对倒位装钱出来？我看一眼伊手内纸箩仔，噗。阮老母啊，伊从当初做嫁妆的迄卡金手环摕去卖，本底想讲值无3仙钱，想袂到即马遮好价。伊计是讲手环卖1000块，另外800是去借的，去倒借的？钱庄啊！哦，早当时阿英甲阮共款，艰苦人出身。阮是厝边，拢住伫扫船头。因老爸是铁工厂的工仔，因老母四界替日本人煮饭洗衫，甲请养大汉，生活艰苦啦。
阿英啊，细汉的时哦，真搞怪。一日到暗，参南湾街相拍，我嘛参与拍过呢。为着什么代志？这我袂记哩啊啦。反正伊人生得大汉，汉草阁好，我拍死伊就对啦。我会记哩每一届，伊若个人冤家，因老母就去向人回失礼，一个头担甲强要哭着涂骹。讲起来，伊的性地是烈性，毋捌听过有改过。啊，因老母轻俭吞忍，善忘善，熬做人，诚分场。吹果啦、白粽啦、酥影啦，有物件拢分厝边。地方上通人学了，落尾因搬厝。听讲搬去伫寿山骹阿摩陀会社遐。我有时阁会拄着伊。自日本时代，阿英就伫港边糖公司的仓库做点货员。坦白讲，我进前是真欣赏伊。免像我安尼直直头壳走总，而且伊的画技嘛袂歹，大约有20-30箍。日本时代，因兜是国语家庭，伊本身读过小学校，阁是地方壮丁团的成员，加上因老母替袂少日本人洗衫煮饭，所以熟悉着啥物好人，才替伊安排着这个好工课。拄讲好了的某一日，我伫路里拄着伊，气色真歹，一个人消散落目，两粒目睭真敢若面具咧，亲像互鬼整着。会使讲伊徛伫我的面头前，毋是过去迄个大汉阁气魄阿英，因为伊悬，看起来好亲像一支弯巧的竹篙。总讲一句，若毋是真熟悉，我可能会将伊当作是一个乞食。我问伊是安怎啦？原来是因的仓库换一批中国仔去接收，安尼伊悲惨的命运就来啊！伊先是吵两句，才夸夸甲我讲，因遐中国仔去遐，哪有影是咧顾仓库，根本就是去做贼的嘛！因通阴暗入去仓库偷糖，一车一车载，害我的小目是安怎斗拢斗袂捌。偷起身我毋知，啊，阮迄个科长哦，一日到暗对我歹呛呛，讲我小紧倒去，要甲我死头路。因娘咧，我真不服，一日阴暗，超故意毋困，摕一支木剑，秘伫仓库内，要当看卖有插无。结果嘿嘿，门一拍开，就是阮科长，毋知倒位塞一台李亚卡来，拍算要车糖出去卖，八戒啊咯！我喊一声，木剑随着电出来。结果阮科长讲：“嘿，小老弟，原来是你呀！不要冲动，咱自家人嘛。”我你安怎处理？安怎处理？我两三个手都甲张起来，讲谁跟你住家人？八戒啊！你做个贼，我抓你去见警察。然后就掠伊要去港警。结果阮科长讲：等啊，小老弟啊，我加你薪水，你就别闹了吧。你也知道，干我们这种公务员的啊，能存着什么钱呢？米价涨成这样，一斗米要200-300块，都快是我们1个月薪水了。要我们怎么活呢？你说是不是？家里妻小要养啊。伊安尼讲嘛无毋对啊。什么到底无毋对？因安尼算歹，啊，我毋着啊来跳海。我讲。你不必说了，我坚持要甲掠去上派出所。
伊就讲，要不然我看你就加入吧，糖价现在好的不得了，大家有福同享，我铁定是不泄露的。我当然是无听伊，我一下就甲掠去钢琴遐，真不幸，一班的钢琴是新来的，拄好嘛是一个阿山，我气噗噗甲讲，这个嘴是我抓的。结果迄个警察本地摕伫椅仔顶困，互我吵醒，头举起来看阮，就哈一个耳光。哦，是科长啊，人交给我吧。最后就叫我走。啊，过来咧，第二天阮科长照常来上班，结果甲我死头路啊！唉，遐阿山哦，都是食东食铁，夭寿骨啦。伊讲啥？一个面亲像要火花去，规个人看起来真落魄。就是迄天，我问伊，看要来甲我游车无？我讲，忝头是有较忝头啦，毋过好一点，较免看人面色。而且吼，即马物件大起价，咱游车的吼，车主加减会当起挂，这都较赢。这都较赢缀食死薪水。伊听了信信息，直直点头。其实，迄是讲免看人面色，是咧甲安慰啦。我上惊载着阿山军官，讲话吐累累，卡咧无拄好换拗了，坐车无要付钱是世上的代志，也无就是摕国票来读。迄国票吼是真无等的，30-40块才会当换1块台票。拄讲好的时，我捌做过一个阿山军官，到位要摕1块台票互我，到位要甲摕1块台票，伊摕1块国票互我，我甲伊两，伊就将钱摕出来。唉，反正咱汉子啊拢是悲哀啦。讲要讲。游车上无阁有通趁食，我甲阿英讲，我熟悉一个古物商，好定会使去找看卖。我听讲前几日有人摕1500块，就牵一台中国的，看起来也新典典。我讲的古物商就是正常。阿英听甲兴趣市，随着讲伊要去庄市买车。迄是过年前的代志，想袂到伊真正去装钱来啊！我的心内安尼想，即马物件起价，起甲安尼，糖一斤已经是60-70块啊，18块，敢也阁有通买一台人车。阿英亲像知影我咧讲啥，开嘴讲贵啊！你想18块敢有够？我讲。有啦，罔问看卖。伊讲，若买无，就来买寡米好啦。已经1-2个月，阮厝里无米啊。我还少年，也会堪得。只是阮阿母即阵身体无偌好势，我想要均糜互食。即条钱本底是要去买米的，毋过阮阿母无爱，伊讲米食了。共款做屎放出来，叫我去买一台车来去有较实本，叫我莫插伊，贵啊！想想咧是有够悲哀啦。我昨昏去米店，问到到底，真是目屎连落来。一斤米40，18块买无5斗米，你想安尼敢有通买一台车啊？伊一路甲我讲，这2个月来，伊想要搁找一个头路，拢找无，心肝头真硬。伊的口气怨叹甲是讲，就算我无互迄个夭寿科长死头路，嘛是早晚会夭死。讲福前米一斤也是2角，讲好了无偌久，入票换做台票，1块换1块，啊米
煞起甲一斤2箍，咱毋甘买。即马一斤40，咱买袂起啊！阁是有行无市，无一定买有，可怕，伤可怕啦，贵啊！你敢知影？遐米啦、糖啦，拢是走去倒位？我甲你讲啦，拢走去码头的仓库去啦。煞落就一船啊一船载去中国，使因尔咧！小贱无枵死咱遮的番薯仔囝，煞是中国仔来，甲咱枵死了了。阿英啊，讲咧讲咧，拳头母落起来，伊讲诶无毋对。即当外番薯仔失业诶满满是，加上白米一日3次，逐个人拢无米通食，油头甲面。我住伫江边，阮厝边有一个27、8岁诶少年家，经过话想袂开，跳江死，留一个屋里送，一个新妇，一个查某囝，甲2个后生，规个伙仔揽做一球，哭甲毋成人去。而且即阵仔我听讲政府规定要禁止人车，要换大3轮车。若真正安尼，我嘛要枵死啊！我伫遮一直烦恼，毋知要去倒位装钱买3轮车。我照是甲阿英讲，其实油车嘛无以前，嘛无像我进前讲的遐尔透动啊。顶个月遐猪仔讲要甲禁止，阿英讲禁止甲卡拍算啦，贵啊！若无通油车，阮规家伙仔即马现此时都毋知影要安怎生活啦。阮老爸工课嘛无啊，嘛是当在找石头做的，这互我更加烦恼起来。伊继续讲无法度啊，铁工厂的机械互因拆了了，一台一台袂顶袂动。阮老爸都安尼无头路啊，巴该啊咯！因遐中国啊，捌一个啥？我甲你讲啦，啥物物件拢毋捌啦。机械操作无遐无大劲，人要甲教，煞起歹，讲我大还你大，你懂个啥？落尾手咧，因将机械零件一块仔一块仔拆落来，无彩人面，当做歹当旧车咧卖，搁将电线一节仔一节加落来，车出去。你讲看觅，世间哪有即款人？巴该啊咯！若讲要互遐个猪仔管，恁爸干嘛互狗管？上无嘛搁通一喙饭通食。人日本人敢毋像因安尼，50栋的建设，互因一栋毁了了。也若无，即两日台北人哪会？伊愈讲愈气，规身躯皮皮喘。阿英啊，较细声啦！若无我看是你这个蒙国奴，紧早晚会互人掠去。我抬头看四周围，早起的行路人较少，毋过我看到2个警察行过来，因的面真严肃，两蕊目睭亲像剑光在扫，甲平常时啊的摇摆款无啥共。毋过是抑搁较歹。我确定伊无听到阮在讲话，才小放心。前一暝，我已经听到拉里奥的消息。我的烦恼是有根据的，一直到当因也是直接骂阮蒙国奴，就伫迄前几工，伫盐埕堡的酒家门口，一个阿山仔少校啉甲醉茫茫，揽一个小姐坐上我的车。这个小姐看到咱无啥买，毋过最后嘛是互伊强压去哩。大将军啊，我们店里很忙，你就放我走吧。靠呀！查某囡仔声在这摆听，好，
小姐安尼讲，我看过这位小姐几落摆是台湾人，我听讲过，伊是迄间酒家的王牌。伊捌几落摆坐过我的车，伊穿一束金黄管车的旗袍，头鬃大悬悬，插一支银车，翠臀胭脂，珠红发金。放了你，那我今天晚上可怎么办呀？你说说啊。阿山啊，小豪啊，安尼讲，煞落伊就甲硬口上车，对我大声亮：喂，那怎样穿啊？还不走？去哪里？我问伊，有有快错？我讲，老板，有快错不叫严呢，要比较多钱哦。伊就亮起来，他妈的，老子就是钱多，叫你拉你就拉，啰嗦啥？快拉！我讲，我一个人拉不动，你要不要再叫一辆？我身躯边有一两个啊较骨力的车夫，就惊我来，想讲有生意做，结果迄个小孩啊，喊甲愈大声，他妈的，你听不懂人话是不是啊？要拉不拉？不拉我就叫别人拉。听伊安尼话，我无顺伊嘛袂使，只好答应。因两个人钱伫细细条的衣座一路，我听见迄个山小孩啊，在戏人迄个小姐。即个小姐是直直提示伊，山小孩啊，就变甲大声吵起来，雄，我听着砰一声，我停车回头看，看到迄个军官将枪举一手咧，枪光头前出现，即个小姐是惊甲一个面仔青的顺顺。当时我嘛看到伊的肩胛头的一粒瘤啊，已经互透开。小孩啊，话讲他妈的安分点，懂不懂？你敬酒不吃吃罚酒你。喂，拉洋生的，你看啥？不快走，连你一起毙了！坦白讲，我是惊甲双骹软高高，真勉强才将骹步踏出去。刷落来一路，就敢若有山啊小猴仔的笑声，悬悬低低，咯咯咯，有时若像鸡甲在叫，我听着真艰苦。有时伊嘛针对我大细声亮：喂，拉洋车了，你快点传不传？不高兴吗？哈哈，老子知道你们这些日本鬼子养的，喝狗奶长大的，就是会不高兴。哈哈，老子是知道的。呸！你们算哪根葱？瞧不起我们？好，白讲，他妈的！我看你们是当奴才当惯了，没教化古奴才，亡国奴。较细腻的，我甲阿言讲，我先竿头一直想迄个阿山啊骂我狗奴才的代志。路里警察较济，行无几步就看到一个。我想确实是甲这两日啊发生伫台北的代志有牵连。我听查理又讲，台北市上的人袂少，已经戒严。我甲阿言讲，这两日啊办事无啥对呢，较细腻咧。细腻啥？鬼啊！我甲你讲，你惊死我阿英是毋惊死，反正到遮来啊，若拄着，结果是恁爸甲因生死配。好，过来是伫咧150页，先来甲后壁入来的人拍者招呼，雪啦你好，这个这个应该是阿牛啊你好，鸟豆你好，冒险你好，天啊你好，何人啊你好，后壁入来的人，我顶头拢有分享，今仔念的迄个相片，即马伫咧150页。等我者，我啉一喙仔茶咧。
阮到位诶时，正常当咧摕钢槌啊，是一块椅条顶悬，起起扣扣在讲。买人车哦，有是有，毋过你嘛知，即摆物件贵死无人，生意真歹做。我即台是前2礼拜一个人卖我诶，我本底无暗算要卖，毋过可怜啦。讲因囝看病无钱，我才甲买落来。来，我带恁看觅咧。迄是台马自西马号，椅子仔较矮，雨棚较宽，伊诶冷孔生銎，树顶诶轮胎已经歹去，换做插座诶硬皮链，看起来旧拗旧拗，放伫仓库。我一看就知影，即台车一定足歹扣诶。正常讲是啦，是有较旧啦。恁若买，算恁3200就好。这新诶一台爱成10000呢，3200，我一声，我一听，字吐出来。我讲，2个月前毋是听讲一台1500就有啊，哪会即马爱遮贵？而且即台阁是旧甲安尼。伊讲1500贵啊，即马1500差不多买一双皮鞋啦。一个月无共啦，莫讲一个月，一日一日拢无共哦。你嘛知影，即摆物件大起价，我今仔日若无卖你，明仔载你来，我就要卖较贵，凡说爱3500才会合。若无，我规气买米来炖就好啊，对无？3200，算俗，算俗甲袂使阁俗啊啦。而且即台车，互你趁钱，互你趁钱诶呢。即摆诶时机，相比恁 Q 车会较好空。听伊安尼讲，阿英一个面忧起来。我讲正常算较俗诶啦，牛人车无你讲诶遐好空啦。而且你凡说也毋知，即站政府讲要禁人车，你即台我想是愈歹卖啊啦。正常讲贵啊，你莫甲我惊啦。我敢毋知因要禁牛车，好卖歹卖我心内有数。若无，你明知影人要禁，哪阁会来找我？对，安尼毋是真奇怪。也是你诶车看偌济卖我遮嘛有一台3轮车俗俗卖你看安怎？这我诶心肝嘛忧起来。我问讲，啊3轮车哪卖？18000，哦，遮贵。正常讲，就对咧。我知影恁手头红，无安尼啦，看恁早偌济钱来，咱参详看觅，半交赔啦，逐个互相。即时阵阿英啊开喙，伊讲1800，全部就安尼尔。正常听着喊一声，啥1800？恁看一下，遐香仔一领就爱1800，即台车卖咧1800是无可能啦。伊记者啊，囥伫仓库边仔诶乌色大箱，然后摇头。我讲正常拜托咧啦，阿英因厝拢失业啊，若无即台车，恐惊哦，规家伙会枵死。你算盘，大懵你算盘大懵直看觅咧。正常一直摇头，真是去摕算盘出来。伊叠规步久，最后甲阿英讲，无就安尼啦，算你3000。你即1800互我，剩1200，互你剩3个月，3个月内爱还我。毋过我有2个条件。第一，你这1200爱换做米还我。第二，即马米1斗400，你爱还我3斗米。
加上利息，你爱还我4斗。第二，你爱找保人签借据，安尼敢袂使？阿英想一个啊讲，你的部分是无问题，毋过保人伊越头看，我随着讲好，我会使做保，就安尼，我正做阿英的4斗米的保证人。唉，是啊，这完全是我噩梦的开始。阿英确实无牛车的命，头一工牛车就足烧的买，毋过总讲一句，嘛袂使怪伊，是我害伊的。其实嘛是为着迄暝的代志。坦白讲，迄暗行到啉德官的时，我的骹已经无力啊，行到起肉疼。这个时阵，阿山仔舍后的声嘛渐渐啊点起。喂，牛车，我看你忝啊，小歇一下好啊。阿山仔醉死去啊啦！是迄位酒店小姐幼绵绵的声音。我将车停落来，摕镜仔拭一下面。迄是一个真水的小姐，毋过我歹势直接甲看。伊摕10箍互我，讲我到遮就好啊啦，我要赶紧转去。我无甲收，我讲你要家己行转去？毋通，路头遮尔暗呢。啊，其实我烦恼的是迄个小猴仔若醒来，要安怎？我继续讲，而且即只猪仔目睭若真神，敢袂？伊听我安尼讲，喙暗咧，就暗摇笑起来。我问伊到底笑啥，伊敢若摇头。我阁问，敢讲你袂惊？伊哪像哪讲，袂啦，不过是一个小猴仔尔。今仔日的代志，若互因营长知影，我看伊肚皮疼。安怎讲？我真惊奇。伊笑甲愈大声，因为我熟悉因营长，哈哈哈哈！我若甲因营长讲，伊就哈哈哈哈！伊即句话讲无了，我发现伊的目眶若真像有目屎一两滴。我讲，哦，毋过遮尔暗啊，我看要是我先送伊到位，等一下才送你转去好啦。伊讲袂使，阮厝里有囡仔咧等我，我要赶紧转去。啥物？你有囡仔？我更加惊奇。伊活咧，就要做伊行，我甲喊：喂，小姐，等一下啦！我看我先送你转去。怀疑即只猪仔已经困死去啊！就安尼，我先送即个小姐转去厝。迄个醉死去的小猴仔，我毋知伊的宿舍伫倒，只好甲送转去凤山的军营。安尼就袂得啊！阿英牛车的头一日，会使讲嘛是最后一日，拄好是市参议会头一天开会日子。因暗市长甲遐个议员约伫酒家食饭，阮想生理一定袂歹。我甲阿英早早就去到酒家门口等班。我阁讲伊真好运哦，第一天就拄着即个大日子，两个人坐伫酒家对面的一丛大树头，当咧开讲。想袂到迄个小孩熊熊就跳出来，你这个亡国财说狗奴才，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伊讲咧讲咧，就砰一声对天顶开枪，然后将枪拄伫我的头壳。长官啊，饶命啊！我惊一个，随着双骹落软，跪伫涂骹。我抬头看伊的面花白白，哪像要甲我拆石落腹咧。若是过去，我想我是稳死无活的啦。加在迄天一群人听着枪声，拢哭我来。鬼啊！你是安怎？你去掠人呢？阿英问我讲，无啊，无代无志。就迄天伊坐我的车，伊醉死去，我毋知影因厝
甲送转去军营，安尼就我一面讲规身躯皮皮喘，迄个小校啊是一身躯的酒味，我阁讲，而且我根本就无收伊的钱。迄个小校啊话讲，他妈的你还变，成亲让我难看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毙了你！我讲，长官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。这时阵边仔就有人喊：阿山搁咧拍人啊！阿山搁咧拍人啊啦！阿山食人够够，拍阿山啦！拍啦！拍啦！结果第一个出手的毋是别人，正是徛伫我身躯边的阿英。伊一步踏进前，骹伸起来，就为小豪的腹肚踢去。小豪互伊踢一个，随着将拄伫我头壳顶的枪刷去对伊，砰一声，小豪开一枪，无拍着阿英。结果拍着阿英，拄则买人车顶头，人车的椅啊，人车的椅柱啊，破一大空。内底面的碰屑、面屑，亲像炸弹爆炸，拢飞出来。边仔的人看着安尼，愈喊愈大声，差不多做伙饲我来。我毋知影箍我的人，箍我来的人，当时哪会变到遮尔济？拍山啦！拍啦！拍啦！迄个小孩哦，看势面毋对，一个面反青，我就做伊走，一群人随道掠过去。我嘛对咧走过去看。番薯啊，徛出来啦！无徛出来，毋是番薯啊囝啦！拍山啦！拍山啦！敢讲咱会输10摆人？拍啦！拍啦！因喊休的声愈来愈大，结果迄个小孩走入去酒家面，一群人围伫酒卡的门口，有人讲要弄入去，毋过嘛有人看到警察局长的乌头仔车停伫遐，话讲较细腻的插头当啊报销伫内面食饭。就伫即个时阵，我听到阿英的声，伊徛出来，大喊一声：“安尼愈好，咱甲插头的车小小的拄小。”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小插头的车拄小啦。一群人嘛对咧喊，煞落我就看到阿英煞去台，互穿单过人车，为乌头车的方向冲过去。我走过要甲挡，煞互伊煞伫边仔。伊讲：“贵啊，你这个无力呢，徛到边仔的啦。”就安尼煞去台早起拄买的人车，为乌头仔车的腹肚弄落去。一群人看安尼，拢大声喊：“啊，开去甲小小的啦，小小去啦！”才过一下啊，我就听到一声爆炸，乌头仔车变做一趴火，倒起来。即马伫咧162，吼，安尼，后壁来的亲你好，即个是热兰正城，就无热兰，即个应该是，我记应该是安平，好无要紧。即马伫咧162遐，自迄摆了，我都无看到阿英啊。较正确来讲，是逐个死的死，倒的倒，我完全无阿英的消息。迄日世面伤歹，看到火倒起来，我随着逃走啊，袂赴空我的人车。市街路传出庆声，连续几6天，我闭伫厝里，一直毋敢出门。当然，我的人车是放钱去啊，唉，迄是一架田的钱买的啊。我毋是无去探听阿英的消息，风声渐渐较冷之后的某一日，我去到寿山骹想要找伊。阿英的老母坐伫门口，几6年无看，伊亲像老尾10几岁，全无血色。
我甲招呼，伊认着我，本地人类亲像死鱼肉的目睭，雄雄四出光彩。伊随着开喙问我，敢有阿英的消息？我敢若摇摇头。伊两蕊目睭又搁死沉落去。本地我想要甲讲迄张照旧的代志，毋过看伊安尼，我毋知要安怎开喙，只好渐渐离开。3个月过去啊，今仔日暗暝遐翕热，正送走了，我倒伫门床顶，安怎都困袂去。敢讲后礼拜我若无法度从四斗米来，阮真实连即间厝拢无法通徛。安尼我的老母要安怎？想到遮，我的心肝规个滚夹起来。我想，明仔载我搁来去上山敲一逝，好定阿英就会出现啊。毋过敢毋可能？就算伊出现，阁会当安怎？即马一斗米去到千外箍，莫讲是4斗，就算是4两，阮拢无定总有啊！唉。窗外是无云的热天暗暝，我亲像看到迄日的迄拍火伫夜空中倒起来，而且伫火光之中有迄个酒家小姐的形影。伊穿一束金黄插管的旗袍，只是我看袂清楚伊的面容。迄拍火亲像愈来愈大，要甲任何的一切烧去。天公伯啊，你敢真正疼憨人？我就感觉真压杂，爬起来，想要去外口行行的，结果才拄出房间，就看见黑暗的厅内，阮阿母徛伫阮老爸新竹牌仔头前，伫微微的香火之中，我听见伊对阮老爸安尼讲：“树木啊，你伫天顶就目睭爬金，宝贵伊咱贵啊勇行哦。咱干那即个囝，你就毋通互伊死到插去。我明仔载要甲讲，厝无去就无去啊，咱莫去甲人争，命留咧，对无？树木啊，即个时势，毋是咱会使主张的。你3不5时嘛，倒转来行行咧，甲托一个梦，开盘互听。唉，有时阵，即个囡仔我是真无法伊哦。我是烦恼伊想袂开，你着爱小甲开破，伊才会听有啦。树木啊，毋知是安怎，我的目屎一直灭去，黑暗中微微的香火炭开，变成朦胧一片。好，以上是今仔的人力车夫啊。今仔有长，讲长无长啊。既然无互我拖到11点半，既然拖到阁剩14分钟。好，过来就是即本庆啥的上尾仔的故事，叫做《总司令最后的春天》。即篇敢若有较济哦，无要紧，较济这可能通仔斗，通仔阁当2礼拜。好，安尼，我今仔呢，因为我后壁我惨啊，无想主题。我想讲今仔应该有法度拖到11点半，结果阁剩14外分。嘿，敢有人要过来开讲的，还是讲像拄仔讲的，到底是讲人力，还是讲人力较好？嘿，还是讲大家有啥物意见的，会使提出来讲的。
我啊，哦，Chris，你好，你是要来副下课的？好，等下啊，我看一下。诶，我看这个真感谢啊，袂啦，鸟鸟莫安尼讲，啥物真感谢我？诶，啊，等下，头拄仔即人，等下哦，迄敢有走去啊？无啊，你这个绿兰甲这个，啊，恁两个是无共人呢？哦，歹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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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认唔着人，嘿，真正歹势，我认唔着人。我是讲，这个头前我都捌看过，敢若是迄个啥物安平无毋对啊，叫靠背，哪会伊甲 take 迄个安平囡仔，嘿，歹势歹势，这个绿兰遮安的安坡囡仔是2秒仔的发现者，嘿，歹势吼，这个我甲你认着人，歹势歹势。好，天啊，来等一下哦。嘿，天啊，你好。你好，嘿，你拄则讲迄人力，嘿，也是人力能力，哦。感觉会当直接讲人工呼车，人工车，人工车夫，人工车夫，人工车夫，敢若嘛是会使哦。人口的嘛，人口，其实你安尼讲人工车夫嘛，会使讲人口车夫，安尼敢若嘛有正讲，怪怪。我紧啊，其实拢会使讲啦，你家己知影啊，讲人对方听有，我是感觉安尼就好啊，无一定讲啊有，因为一个所在人讲的迄个啥，人讲的迄个物件无共嘛。听有就好啦。我会记得以前这叫做啥，牛车还是迄个啥，对啊，人拢讲牛车的，还是讲大三轮车的安尼啊。好，还是今仔日先安尼，好无？吼，搁10分钟，还是我过来放一下歌互大家听的。好啦，嘛是剩10分钟，放歌互大家听，等我一下哦。不不管。好，过来一条我头去看到的。我以前细汉头一摆去听到这个。因为细汉阵住喺山顶，甲阮阿公阿嬷住。迄当阵我记哩3代啦，就是老3代，迄3代毋知影倒一代。我嘛袂记哩是到底是连续剧还是歌戏，伊的片尾曲就是即条。我袂记哩是到底是倒一出啦，我头尾找佫找无。即条我就想起细汉
甲阿公阿嬷住喺山顶诶迄个代志。以前细汉住山顶下课转来拢无咧写功课诶。甲暗时啊，身躯洗好食饭饱，爱困啊。阿嬷讲，啊你今仔有迄个回家作业啊？无讲有啊，啊就摕出来。啊老师讲，啊我就伫遐写迄个即摆迄个波波摸好有无？啊写到爱困啊，早上9点外，阿嬷讲，我就哪写哪困，啊就写到尾歹写，啊甲阿嬷讲，阿嬷老师讲吼，今仔写即几字就好啊，啊其他无要紧，啊到尾逐工拢安尼，到尾有一工，老师甲阮阿去叫阮阿嬷去学校讲，阿嬷桑，啊恁孙哦，迄功课拢无写呢，啊阿嬷就讲，啊有影无？啊伊拢讲，老师讲干那写安尼尔，啊就写一两字啊，安尼写，啊老师就讲，伊就讲，老师讲写安尼就好啊，啊我就甲签名啊，啊拄好无用拍，因为迄当阵阮老母甲我等转去山顶，甲安讲，迄阿公阿嬷是阮老母即边阿公阿嬷，甲我等转去迄甲因住，迄当阵哩，啊毋过敢若读一学期尔啦，读一学期就叫阮老母甲带落来，我迄当阵若较乖，功课有写，我应该会使伫遐读到毕业，尾啊去用带落来家人，好，安尼互我混过去啊，好，啊，感谢Grace 你个笑，嘿，好，感谢今仔日来到咱的 Space 最忙的所在，用台语讲故事。啊，今仔日是我甚至甲大家分享庆社内面的人力车夫哦，阿姨啊，啊煞啦，你哩插青改拜，对啦，插青改拜。好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再会，拜拜。